哦，八仙了，八仙了。哦，这甲实际攻上白胶，祭点上白胶叶子祭点魔法。哦，下午才来，下午3点，现在下午3:45了，下午3:45，一下午再过来就可以了。从直角往南，中州，再往南，左转头前面，白礁石。哦，这个，你看这个海水，是将军溪的，北门将军溪那边出海，村民说，在这边选调保生大帝的神尊。要保生大帝，选到保生大帝的神尊才有。我们来这边请看叶子，叶子我们叫上白礁叶子。白礁ผม这边行驶，进行叶子。